婶子，婶子。婶子，春喜儿，婶子，你回来了，咋不去看看你奶奶呀？婶子，你救救俺吧！婶子，你救救俺！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俺是从队伍里逃出来的，现在他们正在四处抓俺呢，俺要被他们抓见，俺可就没命了！婶子，你救救俺！婶子，春喜儿，快点，赶快躲到里头去，快去，回去。婶子，这就出去，把门锁上，家里头没人，他们就不会找这儿来了。那他们万一要进来了呢？不怕，婶子在外头守着，一准不让他们进来。春喜儿啊，不管外头出啥事儿，你都在这躲着，别出来啊！你就踏踏实实在这躲着，婶子能应付得了。哎，婶子，婶子，俺把这给你。做啥呀，春喜儿？俺只求婶子，俺只求婶子别把俺给说出去。咋的呀？信不过婶子呀？婶子，你就拿着吧，等俺出去了，俺一定让俺奶奶好好谢你。春喜儿，俺虽然不是你娘，可是咱们是一个村的乡亲呐。婶子既然答应你了，就说话作数。婶子就是把自己的命舍了，也不会把你说出去。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躲着啊，别出来。婶子不叫你，千万别出来啊！有事儿啊？去把我们的人给我请出来。你们的人咋会在俺这儿？我再说一遍，去把他给我请出来。他压根儿就不在这儿，你让俺咋请啊？俺又不是变戏法的，能够大变活人。我数到3，你别冤枉好人，他真的没在这儿。1，把枪放下。2，你快放下。3。把他给你，把他给你！哎呀，俺娘！哎呀，俺娘！婶子，婶子，娘，娘，咱救娘！婶子，老总，他奶奶病了，
你让他回去看上一眼啊！俺求你了，俺求你了！给我让开！那你就冲俺来吧，冲俺来吧！有啥事儿俺替他担着啊！这回我要是再数到3，你儿子的命可真就没了。1，婶子，你打3吧，你打3吧，别碰俺孩子，俺拿的命换他们。2。婶子，把他抬回去，叫全旅的人都来给他送葬。哪个再要敢跑，下场就跟他一样。畜生，这不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吗？你不能去，你还有一窝孩子呢。